嗯。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协助，您都可以前往护理站，我们的护理师会尽快为您提供帮助。如需轮椅，请洽护理站申请，需送检查的病人将优先安排。个人盥洗用品与衣物请自备，其他生活用品可至商店街选购。病房会提供病人使用之枕头与棉被，陪病家属请自行准备所需之枕头与棉被。然后阿爽可以